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你是我患难中随时。
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神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将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神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将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神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将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神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借着基督与我们和好，使我们不被定罪，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愿你的爱陪伴我们，让我们用生命可以回应你的恩典。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日常生活中能活出你的样式，使人看见你的怜悯和大能。愿你的话可以长存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荣耀你的名。也请上帝保守宇翔长老和若愚的孩子能够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你所祝福的孩子。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人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好，这里报告，如果手上有周报的会友可以一起拿出来看。我这边报告公导事项，我从第2点开始说，像我们需要一同代祷的兄弟姐妹名单都印在周报上面，我们可以为着周报上面的肢体求上帝看顾，特别是刚刚祷告有提到余祥长老的老婆若愚在今天已经在准备待产，也求上帝保守这一切的产程都能够顺利。再来，我们要进入圣诞节期的预备，求上帝让我们有智慧跟同心，为着明年的事工以及要到来的事工一同努力，一同预备。再来是台湾土地有受到许多灾害的地方，有求上帝让灾民的安置、地区的重建都求主安慰，并让一切的事情都能够进行的顺利。再来是教会的消息。请大家一同为着花莲田埔教会的建堂奉献代祷，也感谢田埔教会的杨文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求上帝保守一切牧师手所做的事工。那再来，今天下午2点会进行建成福音篮球联盟的冠军赛，地点是在建成国中的室内篮球场，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的可以一同前往参与。再来是下周日是感恩节主日，为合堂礼拜，是合堂礼拜，所以礼拜的当天会准备大手拉小手一同来到前面，奉上我们的现金现银，为主在我们1年当中感谢他赏赐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下周是合堂礼拜，没有华语礼拜。再来2025年的教会补助款。最后的申请的日期是在11月30日哦，最后申请是在11月30日，所以要请各个团契的会长跟辅导要留意一下，11月30日。下一点，2026年明年度的爱餐也请大家能够踊跃去登记，然后一个单位就是1周的单位，一个格子签名是3000元，然后认现款请在明年2026年的第1个主日交给英英干事，以利登账。在团契消息，下周11月22号，礼拜六，妇女团契的聚会延后到下午4点。记得哦，如果是妇女团契下周的聚会是在下午4点，那会请到雅娜姐来做主理，题目是我是谁，地点会在5楼，并不是像之前在1楼，所以下礼拜的妇女团契聚会是在5楼的教室。下一点。然后下礼拜六的圣歌队练习会提前至当天下午的4点，在4楼。再来是肢体消息，下周6会有本堂于2点到4点会有举行婚礼，如果有空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参加观礼。下一点，11月23下午3点半会在那个五郎长老的家里举行文聪长老周年追思礼拜，如果想要参加的会友可以到1楼去登记。好，报告到这里。那下面是奉献明细，如果有误登的，就再跟英干事说，请他修正。再来奉献。
好，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大能的上帝，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需要你有你能力的手来安慰、来扶持我们，也恳求上帝您保守，特别恳求上帝带领准妈妈在孕程过程当中的顺利，也特别是求上帝保守若愚现在在产房产室，求上帝保守这一切的平安。现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也求上帝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定睛仰望，并能够紧紧抓住上帝。求上帝让我们在遇到困难挫折时，知道上帝您是我们的大依靠，也知道主你是我的力量。接下来要准备进入圣诞的节期，恳求上帝的陪伴带领建成教会，让教会所做的事工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也恳求上帝能带领上帝所在这个国度建造的教会能够越来越茁壮，在需要建堂修缮的教会，也求主能够引领安排。我们感谢上帝，您在我们生活当中赐下这么多美好的恩典，我们将一切美好的恩典都单单归于你。现在我们也要奉上一点金钱，作为上帝的圣工之用。最后也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章18到21节，这里我来念，你们来听。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圣经读到这里，正道题目是社会中的教会，我们请将时间交给杨文豪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一眼望去都是很年轻的人跟你旁边说，你都是很年轻的人。比上一堂来讲啦，你们都是很年轻的人，所以不要互相嘲笑不要互相比年次。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花莲这一次重灾区的隔壁我在吉安乡的田埔基督长老教会牧会我有的人应该比我大一点，有的人比我小一点。我今年35岁我是1990的，在场年纪比我小的举手好，请放下，你们还年轻胶原蛋白还在脸上。好，那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里面有敞开的心，在分享的里面，在你的话语的前面，不只是追求对错黑白的答案，而是愿意被你的爱触动，被你的灵关心、更新、关心。愿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被引导进入和解、真实跟自由的生命。我们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先介绍一下，我有带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小孩，请他们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
好，请坐。好，其实我刚才有点吓到，因为我想说你们也太年轻了吧？啊，我早上讲那种很义正言辞的啊，那种正经八百的，我怕你们会睡着哦，所以请让我就是比较放松的，能够跟你们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可以吗？好 ，OK， 那我的那个讲稿我可以先放旁边了。好，我想问你们哦。你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你们是基督徒？什么时候？礼拜天早上从捷运站上来的时候，拿着包包，11点，可能11点还在早餐店，然后呢，或者是在星巴克，然后突然好像教会的群主说啊要聚会咯，然后你开始要往教会移动的时候，你才会记得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哦，很冷静哦。好，所以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在家里的时候，当你在感情或课业的时候，你记得你是基督徒吗？你记得吗？问你旁边的人，你记得你是基督徒吗？什么时候你真正会很有印象你是基督徒？谢饭祷告的时候，是吗？我记得我还在补习班上班的时候，我也还没读神学院。然后我的教会，我的母会离这边很近。我的母会是双联长老教会，我是双联的会友。那我以前的生活就是敬拜团，然后团契，因为我们有青年牧区，我们通常早上是不会参加那个8点的那个台语礼拜，因为很早，然后又听不懂，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锦州街的早餐店徘徊，我们会等到真的要练团的时候，才上去12楼，然后开始练团。我们的从小的信仰的养成是这样子。然后呢，我是一个会谢饭祷告的人，不管在哪里。然后有一次我在我的公司，突然想到要谢饭祷告，我就谢饭祷告，眼睛打开的时候，我的鸡腿不见了。我的旁边的同事就跟我开玩笑：“哈，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他就用一种戏谑的眼神告诉我说：“啊，你有在信耶稣哦？”我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产生一个想法，所以其实我看起来不像吗？然后到我现在我已经当传道者了，当封牧了，也是很只要我没有穿这一身衣服，然后呢，大家知道我的职业是你是牧师哦，充满戏谑，充满不可思议。我想要问你，你长得像基督徒吗？基督徒有什么表征？带十字架，还是讲话都平安平安，很假这样子？大家重新回想，你最像基督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是敬拜的时候吗？是奉献的时候吗？奉献还要掐口袋说，不要摸到500，不要摸到1000，刚好100，感谢主。你是这样子过基督徒生活的吗？不是吧？如果是，那我很替建成教会担心哦。好，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开场呢？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我今天的经文是18到21节。我们有经文吗？有吗？好，那我帮你们念一遍哈。一切都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特使，就好像上帝借着
我们劝你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吧。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上帝的义。阿们。好，我们往上念吼，这个是你们常常会听到的经文。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即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我要念的是前面吼，所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阿们吗？大家很常听到这句话，对不对？好，信主超过10年的举手。请放下。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举手。好，你是第一代信徒的举手。好，看得出来。好，请放下。好。这句话是你们常常被骗来教会洗礼的时候骗来，好，被鼓励来教会洗礼认识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对不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们就是新造的人。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在你们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像基督徒，有的时候像基督徒。当你是业务的时候，当你需要做一些上帝不要看，上帝我先跟你请假的事情，当你在工作上，你会真的像基督徒吗？当你在处理感情上，都用简讯分手，不是我常常的，我老婆在看，我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最讨厌什么？用简讯分手，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受伤，连分手都不敢怎么样当面谈。你知道，我以前在双联教会认识的女生也不少哦，我也是有被简讯分手过哦。我只是让大家比较生活化的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到底像不像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事，我们讲话，甚至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吗？还是其实我们是 fake， 就是我们是假装的，我们是假的？所以我今天开场为什么跟上一堂不一样？就是大家很年轻，所以我不想要用我平常在台语礼拜的那一套跟大家来分享。我是一个不是很乖的基督徒。我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好，想要当一个成功的人举手。好，请放下。成功不外乎是什么？要赚钱，然后呢，嫁一个好老公，娶一个漂亮的老婆。我的老婆蛮漂亮的，所以我应该算是成功的人。但是我们要去想，那成功跟基督徒好像搭不上边。想当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举手。好，请放下。大家知道当成功的基督徒要有几个条件吗？成功的基督徒，第一个，你要为义受逼迫，因为耶稣是这样子做的嘛。耶稣被钉在哪里？钉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怎么样？被背叛，他流血。这叫做成功的基督徒，成功像耶稣一样的人，成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世上的成功，跟我们现在在基督徒上面讲的成功跟卓越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在讲道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观，跟你在外面上班所经历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阿们吗？这个世界跟你说什么？教会跟你说什么？这是完全颠倒的世界。从你
坐电梯不是坐楼梯，下楼梯到1楼，离开这个门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告诉你说，我要买 iPhone， 我要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有 face 的人。我拿出什么东西证明我的价值？我买了一块沛纳海，买了一块劳力士，买了一块浪琴，可以什么证明我的价值？可是教会在告诉你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成功的基督徒。这是完全颠倒的世界，你们怎么有办法活到现在？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好，跟你旁边说你很棒，因为你成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脱离出来？为什么我们说旧事已过，都成为新造的人？那就是因为你不被这一些物质，被这一些这个时代所告诉你的潮流所牵引或吞没，所以你现在坐在这里，一直在成为新造的人。我自己的神学观是这样子啦。为什么我要说在社会中的教会？教会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 building，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lifestyle。跟你旁边人说，是一个 lifestyle， 生活方式 lifestyle。我的英文不太流利哈。好，跟你旁边人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是你怎么看事情，你怎么用圣经，你怎么用耶稣基督的教导，在活出你的价值观。当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那个信到底是什么？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是什么定位？还是你只是来教会坐着礼拜而已？你只是来体验这个信仰？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也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爸爸妈妈是长老，是执事，所以我应该也要跟他一样，我要成为一个教会的领导者。这是你要的生活方式吗？还是我的神学观是这样，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你们每一个人走出去就代表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个形象，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阿们吗？但是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怎么活出来？我有一个准则啦，跟大家分享，虽然没有写在圣经里面。通常你喜欢的，上帝不喜欢，对不对？这个世界喜欢的，上帝不喜欢；上帝喜欢的，这个世界不喜欢。懂我的意思吗？很像顺口溜哦。当你很常起心动念，说哦，我应该要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这是上帝不喜悦的。好像常常我们喜欢的事情，好像上帝都不喜欢。在社会中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点，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社会里面活出我们是教会的样式？我们有没有热心的助人？我们有没有去看顾这一些贫穷的、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当然，我要讲我的经历。我刚才在第一堂也讲过，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有问题、非常复杂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不像建成这样子。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刚到田埔教会的时候，田埔教会只剩下8个人，1、2、3、4、5、6、7、8，就这样8个人。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的教会，可是我们教会有很严重的产权的问题，就是以前的长老把
土地登记在他自己身上。结果他死掉以后，他被上帝接走以后，他就把土地分给他的小孩，所以小孩都在教会聚会，也都是教会的长老执事。那怎么办？教会不是教会的怎么办？就会产生争吵，就会产生对立，就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在我还没有去这个教会的时候，玉山神学院神学生有去服侍过，他说基本上每个礼拜完都在吵架，互相的对立，因为我们不知道礼拜堂到底是谁的。然后我到了这里，我到了田埔教会，我第3年在田埔教会封牧。我们教会已经73年了，我是第1任牧师。我每天都忙进忙出，但是我的谢礼我直接讲，我的谢礼底薪就是3万1，我要做所有的事情，我没有干事。我们教会没有厨房，没有办公室，没有主日学。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想法一定是，这间公司这么烂，福利又这么差，然后我还要管东管西的，我去 7 打工，说不定还赚得比我当牧师还多。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反正 A 公司开的价钱不高，我就我就躺平嘛，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就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追求更高的更高的理想，更高的职位。我们的青年人不是都这样子想的吗？我们不是常常告诉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自己怎么样，人往高处爬嘛。所以当这个公司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期待，我们通常会怎么样？离职嘛。我们通常会想要找更适合我们的工作嘛。但是很抱歉，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阿们吗？好，第2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个教会经过我们大家的长职跟牧师的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本来是小小的支会，没有办法聘牧师。然后呢，到去年4月，我们升格为堂会，我们的教会的人数终于回到50个人。感谢主，很累，你看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我们是用生命在影响生命。但是如果这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持续的影响我，那我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做这件事情？阿们嘛。如果照大家的逻辑，反正这个公司很烂，我就换一间嘛；这个公司的待遇不好，我就换一间嘛。那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在影响我们。我在讲，刚刚要讲第2个，教会9月份已经付不出我的薪水了。但是我们9月份在干嘛？我们在救灾、光复。我们从光复从吉安到光复开车本来只要40分钟，因为桥断了。桥断了，我的投影片在哪里？好，没关系。好，桥断了，我们要花1个半小时才有办法到光复。好，对不起。好，我们付不出薪水了，我知道。但是我跟教会的长老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持续的服侍。所以我们把我们那个有争议的礼拜堂，把它变成是顾资中心。跟大家报告，我们近1个月，就是灾害发生的1个月，我们总共接待了300个志工，
90%不是基督徒，可能连教会都没有进过，他愿意来到教会服务。10%的志工，从小到大都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长大，爸爸妈妈是长职，但是他成年以后就从来没有进过教会。有一些伙伴告诉我，这是他成年以后将近10年进到教会里面，让他终于知道说，原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拥抱社会的教会。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吹着冷气，他们用着教会的电，我们煮泡面订便当给他们吃，但是其实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无力负担牧者的薪水，我们还去发物资，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伙伴。福音啊，我们不是都说要传福音要宣教吗？福音不是发单张啊，福音不是只是说哦，圣诞节我们要预备圣诞节要有新朋友进来 ，no， 福音不是用嘴巴讲的，是活出来的。我不是说好像我很厉害，我好像很勇敢 ，no， 我每天都在哭，我每天都在说主啊，为什么是我？我有小孩，我有老婆，我有家庭。但是我们正在活出一个生命，是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对抗的是这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对抗很辛苦。当我们教会的礼拜堂不能再使用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大概原来的1/4大而已。我们把机会转向社区。对我来讲，社会中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站立在这个社会里面，说勇敢的说我是基督徒，不会被人家质疑。你不需要只靠这个，只靠十字架，只靠谢饭祷告来证明你是基督徒。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像只剩下谢饭祷告，只剩下佩戴十字架，只剩下来教会才能证明我是基督的门徒。No， 我们是上帝差派到世界的一座桥，一边是上帝的爱，一边是社会的需要。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信徒，阿们吗？我没有要你一定要奉献，我没有一定要让你把钱放在这个奉献袋里面。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一样，有信贷、有房贷、有卡费，我们还要给什么爸爸妈妈的生活费。我不需要你一定要给我面子，给细节牧师面子，一定要放钱在里面。你也不需要靠奉献才证明你是基督的门徒。那靠什么？靠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告诉你什么？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但是这一句话不是只是你受洗的那一天，而是每一天你怎么样听到手机噔噔噔噔噔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你是新造的人。阿们。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说，其实大家的生活都很不容易，在这一个高龄化，在这一个工作不好找，在这一个天灾肆虐的台湾的里面，我们还有台湾西部的威胁。
对，大家在笑了。台湾西部，要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有没有办法告诉上帝说，我愿意成为这个经文里面说和好的人？我告诉你，我在第一堂讲的说，要帮助弱势啊，要进入社区啊，要去帮助那些困苦的人。长辈可以这样子讲，因为他们退休了，他们可以安养天年了，他们可以含饴弄孙了，他们可以在文件站里面什么都不用管。但是青年不一样，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宠物要养。他要不要吃饭？他要不要运动？他要不要看医生？和好，在青年的里面，我想到一件事情，要跟你自己和好。你曾经会不会在心里面觉得说，为什么教会牧师讲的我都做不到？保罗说，上帝看为好的我都做不到。带敬拜很难吗？还好。奉献很难吗？还好。准时做礼拜，你知道我刚才在电梯前面不是有个贴纸吗？敬畏耶和华从准时礼拜开始。你们是小学生哦，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连准时礼拜这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好了，我们去跟人家讲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站立在社会的里面说，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要传福音，有人会理你吗？不会。上帝说在小事上忠心，真心我也很挣扎，我要不要在这个教会封牧？我要不要继续在这个教会继续的陪伴他们？但是，当我的长职同工抱在一起哭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我愿意陪伴你们，但是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可怜，那个可怜不是那种善笑的，是我希望我可以让我们一起建造一个健康正常的教会。我告诉你们，建成教会算正常了。在花莲，在东部有很多不正常的教会，这些教会的人没有办法真实的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你们真的很幸福，我们真的很幸福了。这个和好是跟你自己的和好，这个和好是让我们真实的跟上帝和好。主啊，我真的有的时候做不到，我昨天可能2点才睡，我可能滑手机、滑脸书、滑 IG、滑到3点。你要我今天11点半来做礼拜，有一点小困难。主啊，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跟你约定，我可以每一个礼拜从我准时来做礼拜开始。阿们吗？我不要求你服侍啊，我不要求你奉献啊，但是我希望牧师今天讲的这一篇道，和好的道，我们不要太远讲社区宣教，我们不要太远讲说我们要募款赈灾，我们讲近一点，你愿不愿意重新回到你洗礼的那一刻，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一句话不是只有你洗礼的时候讲，是你每天在重新确认这个信仰的时候，信仰是动态的，相信是动态的。你昨天信，2年前信，5年前信，上帝的话说什么？旧事已过，那个已经是什么样？已经是旧的，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过期的。
你的相信是过期的吗？你的相信只有停留在2年前、10年前、20年前吗？还是你的相信是新鲜的，是 fresh， 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闻到上帝的膏油馨香在你的身上的？我常常在我们的教会，我讲话很直接，我说不要让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是社区的人，只闻到你基督徒老屁股的臭味，而闻不到上帝在你身上做的馨香之气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来祷告。我知道你想要变好，我知道你想要继续的不停下脚步跟随耶稣。上帝说他已经把这个和好赐给我们了，把这一个和好的职事赐给我们，这个和好的事工传给我们了。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跟上帝祷告，主啊，我要跟我自己和好，我要跟上帝和好。我不足够的，不是我不愿意做，是求你加添更多的力量，更多的相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主啊，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一口气断掉了。在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的幔子也被打破了。这个幔子被打破的意思就是，终于上帝跟人能够进入到一个和好的关系。主，我们今天要重新跟你立约，不管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跟你做了这个约定，我要相信你的这个约定。求你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动工，医治我们的破碎，修补我们跟世代的关系，让我们不是只靠谢饭祷告，不只是靠过圣诞节，不是只是靠奉献佩戴十字架来证明、来自我安慰我是基督徒，而是我要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主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所拣选的人，是不需要靠我自己证明的。主，让我们在这一个充满欺骗、充满分裂的世代，这个世界告诉你，耶稣这一套在你的价值观里面行不通；仇敌告诉你，耶稣这一套在我的公司行不通；仇敌告诉你，耶稣那一套在我们的情感关系里面，在恋爱的关系里面行不通。主啊，我们要破除这样的一个谎言，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而是以你的爱、你的和平、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生命的重心。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我们一起请敬拜团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一个环节里面，在这个阶段的里面，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敬拜。
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来祷告，用这个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望我的救主，我想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让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想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却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想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缺憾感，那个缺憾感就是主啊，我做不到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好像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成为你门徒的那个百分比好像很少。真的不要让谢饭祷告、佩戴十字架，甚至很多外在的行为去填补我们的内疚。如果连奉献都变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跟责任，那很抱歉，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跟只遵守表面律法的人一样，我们只是过一个很表面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在我们心中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房间，我们告诉耶稣说，这个房间你可以进去，这个房间你可以进去打扫，你可以为我这个房间祷告，但是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最深处，可能有一间房间，那个心中的门是不能打开的，爸爸妈妈不能打开，我的伴侣不能打开，连牧师都不能打开，甚至当耶稣要摸这个门把门锁的时候，你严正的告诉耶稣说，耶稣，请你不要触碰这个门，这个门是我的主权，里面有我生命中的秘密，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秘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一个门是上帝没有办法触碰的吗？那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主啊，不要再让这些表面的形象，不要让这些表面的基督徒的规则再捆绑我。我们可以不要来做礼拜，我们可以不要奉献，我们可以不要做基督徒一切的事情，但是求上帝感动我。圣经所教导的不是限制，而是邀请。他邀请你来做礼拜，他邀请你做礼拜要准时，他邀请你成为一个在情感上负责的，在工作上能够保守自己心的这样的一个邀请，这不是强制。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怕你使用我们，我们把这一个
心门，把这一个藏有很多秘密、痛苦，甚至是绝望的这个门的钥匙交给你。主，我要放弃我生命中的主权，因为我们在洗礼、在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我们希望，我们迫切的把这个心门、这个最深的秘密的钥匙交给你。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主悦纳我们的内疚。我们必须要跟自己和好，我们再来谈教会，再来谈社区。不然我们只是被这样的一个规则，这个基督徒的表象所捆绑。我们生出来的下一代并不是敬虔的下一代，而是持续用屁股做礼拜的下一代。求神保守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敞开我们自己，交出我们心中的钥匙。在社会中的教会，那个教会不是只是建成教会，不是这个教会的建筑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奉圣子、圣父、圣灵的名，到各族、各地、各乡，用自己的生命影响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让今天的礼拜能够成为一个重新立约的礼拜，让我们重新收起我们的内疚，让我们与自己和好，与上帝和好。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不要让谢饭祷告，不要让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的内疚。我们要用真心、诚实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献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免惊》。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靠信仰行为，不是只是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主，你释放你自己，主啊，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主，我们祝福建成教会的所有的礼拜堂的敬拜堂的同工，主都能够在